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的节目。今晡日嘅福喜类的医疗单元，然后大家来分享吼，等下大家会去拄到嘅一种问题哦，像大家会讲老人家系咪有失智嘅问题？不过其实系咪是老人家有失智嘅问题？喺到底呢其实失智啦，系因为可能年龄越来越大，譬如慢慢老化咧，其实记得东西啦，系讲系自然嘅现象啦，系讲系一种嘅失智嘅症哦。今晡日呢就請到線上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好好嚟分享，安樣嘅知識吼，先嚟分享你基本嘅裏邊，其實呢個馮崇順先生分享。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馮醫師，真歡喜今晡日有機會來大家來探討了失智症。真勁吼，嘅先生喺鐵拜嚟到鴉片從，係咪？係啊，我先生嘅客家話講到暗好，我表現又暗好，唔過先生講其實客家話講嘅唔係真好，先生係懂事人，係懂事，講太普強。嗰時候先生咪講太普強。實在太普強啲啦，不過我哋把講嘅唔係真標準咧。嗰時先生你轉去播下嘅時節，同爸爸媽媽也同同事嘅鄉親朋友也係講客家話。多少，唔係完全咧，唔係完全嗬。唔過有先生喺台北嘛。台中，呀，喺台中，哇，喺台中開業，所以在台中有機會講客家話嘛，有幾點冇？那讀到客家人會盡量講客家話。會啊，按樣較親切啦。嗰時候迄個有患者去看醫生嘅時節，去本先生看嘅時節，如果是客家人，可以用客家話討論哦。做的。如果講，如果親訪你哦，醫生你客家人咧哦，他就整個很放鬆，其實當然講客家話。有先生，迄個討論失智嘅問題，也係腦朋友嘛個疾病嘅時節，有沒有就做啲用客家話冇？先生你看我啊，叫做唔記得事情，很用，哎呦就很放鬆吼。係咪？很好誒，因為我都冇想到講，像迄個牙醫本身給醫生看嘅時間，我都冇想過，佢先生係咪客家人啊？做啲同佢講客家話冇？很有趣哈。我會看嘅體質啦，你係講湯記嘅口音，我會成問件，你客家人嘛？OK哦，哎呦。很好誒，哇，醫生真的很親切哈，可以遇到做啲講自己母語的這種醫生對談，很有意思。不過，今晡日呢 TP 有請先生喺台中嚟到鴉片經驗嘅地方，同大家來分享一天，其實大家一定要去重視的東西。對，我們法語會講失智症，對，因為上次用客家話講嘅時間，客家話講，你係咪有老年痴呆症啊？還有老人痴呆。有時候大家一些平常聊天大追顧嘅時間，比如說東西忘記了，說你痴呆症哦，我們好像會習慣按用講嘛。其實也係一個挺值得大家重視的問題。這種都是有罵人的用的哈。剛才有一點俺黑罵人哈，俺黑比喻跟我們人老人講吧，好像會這樣子。可是事實上，大家要去重視按用嘅問題。就這樣，慢慢呢老人家越來越多。真嘅。不過一開始哈，我真有人問先生一個問題哈，先生一般人來講，我們會覺得說，東西忘記拿。好，忘記這個，忘記那個，名字記不起來，名記唔起來，我們大家，你係唔係有失智啊？其實我們一開始要問，其實失智跟老化是不一樣的。所以簡單講一下冇。簡單講是老化是33年會讀到的事情，但是有分正常的老化，然後冇正常的老化。譬如講老化輕重建呢是唔記得事情，錯。本來也係一般會發生的事情啦，但是正常的老化呢？佢係會想起啦，佢即刻會提講，係從來唔記得事情咧，但是都有一長途佢就冇個惡化落去。那講咧失智症咧沒有，佢即刻唔記得事情咧，即刻冇乜感覺。即刻冇感覺。電到副卡人發現佢這種對最近的事情，從來唔記得咯，東西變到嚟想唔起來咯，佢會持續惡化嘅可能，惡化到而嚟當嚴重嘅程度冇辦法。照顧自家嘅生活上嘅需要，就變成這個失智症。共識採法吼，種挨到上班嘅時節有冇？因為當然就有先生講嘅年紀隨時越來越以為東西常常唔記得嘅時節，自己會想說：哎呦，我係咪失智？因為我們平常大追過時，唔記得慢你嘛，其實名吼俺有人都想唔起來。昨天才見過那個人，根本你就唔聽不用睇，就會知道講，係唔係真嘅？有失智，其實那有可能也是老化，所以大家要去判斷。對，然後還有就是對事情的判斷力也會影響。當然，比如講老化可能就是判斷力是慢慢的偏差。譬如講佢係一個家庭主婦，煮菜呢，不用比平常時較鹹，也係講唔記得不用買個調味料，煮來
乱七八糟，也係講要凊彩錢嫁俾陌生人，冇應該嫁錢俾人呢，凊彩要嫁錢俾人，例如講咁樣，比如判斷力不唔好。對，比如媽媽撞來講，哎，媽媽你嘅錢呢？因為我剛才借給一個人，係啊，為什麼借給他？唔低，就會失去按人嘅判斷能力。要清洋蔥，而且抗洋蔥嘅其實連獨立生活都有問題。係哦，佢時間要分唔清楚，時間分唔清楚，清洋蔥嘅鹽會驗唔出來，會驗唔出。這是最可怕的，像電影一樣，因為看天樣嘅時間都會看到有冇？到最後自己身邊最親密的人都唔記得。係咪？對，嚇唔聰明嘅，驗唔聰明嘅。故說同大家的分享，其實唔記得事情就有失智嘅問題哈。其實你會去判斷係咪老化嘅現象，也係真正失智嘅現象。不過簡單講係失智其實佢有輕度嘅症狀。一般來說，較簡單看到嘅症狀，就會像我們這邊看到，比如第一個是像可能有些憂鬱嘅問題。有。哦。佢會感覺到。從某個事情都唔記得咧，但是會親有挫折感，所以佢慢慢的佢對呢個事情啊，會有那種冇信心，所以看起來像安尼冇乜個表情咧，自己的憂鬱症嘅樣嘅，係，嗰再來呢看嚴重嘅會有幻覺，係，譬如講看得到披薩，看唔到嘅人咧。看到屍體嘅情形呢，都喺面頭前頭會講法。不過先生，啲醫院嘅時間有輕度嘅人吼，他住院的時候，比如他可能是重症治療，也係講可能腦部開刀，也係講其實有時候睡在醫院的時候，有時候他會跟家人講說，給病房也因為按腦煙哦，係咪有馬莎碟給片？不過有時候做家屬的就在想說，哎呀，係咪看到某個東西？可是不一定，那真的要去判斷，它有可能是一個腦部的問題，這暫時的一種幻覺，有可能是暫時的幻覺。哇，這真的很神秘哈，因為有些科學很難講哈。有些係啊，佢開刀，又係腦部有乜嘅電解質不平衡，又係乜嘅其他原因嘛？是有可能的，對對對。因為有人就會說，那可能是看到乜嘅，太假看唔到嘅東西。不過其實在行為上面，佢嘅行為也有輕度的某種嘅地方，比如他可能有攻擊行為。會有。係，上下佢會更感覺到披薩人偷嘅東西，偷嘅東西扛起來，佢潛唔到，又冇安全感，其實會發脾氣，甚至會想去攻擊。嗰種安用嘅問題，係個不是失智。如果說只是因為佢不要弄給中風，他剛好經過一個腦部的手術，係唔係也有可能會有安用嘅問題？冇有，佢起碼係一個失智症的原因之一的。失智症的原因，那樣我們可能判定他有可能有失智的狀態，還是說因為可能看他術後的恢復狀況？係啊，我看以為係潛視啊，譬如講係開刀，佢盲完全傾向，可能會有嗰樣嘅潛視喺行為上嘅躁動，那講開刀過後咧恢復嘅程度輕好，比如半年過後，係啊，可能就唔會咧。半年過後，嗰半年過後係有咧。嗰可能是一種，等下會介紹嘅講咧，乜血管性也係其他原因造成嘅個呢。不過到那邊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很常見的，我們看天樣嘅時節，看天師嘅時節，可以寫那個連續劇嘅編劇常常會寫的，行路會迷路、衝走，對不對？好像說，有時候有沒有出去慢跑，輕偵聳嘅感覺，去慢跑，走啊走，忘記家裡在哪裡。對，這是很常見的一個。係啊，本來去熟悉嘅路，尋唔到路在哪，去尋朋友。行唔出路，幾百年都尋唔到。那很恐怖誒，感覺像電影講誒。係咪？是咧對空間有方向感唔好。這樣嘛係失智症的一類靜態嘅嗰啲症態。那像一直吃東西會冇？有哦，記唔記得佢食過啊？不老不看年頭，係啊，早餐食過咧，上點鐘喺度叫樣盲中風嘅身咯。佢係咪唔抵飽嚇？都係誒。乜會有安樣嘅問題，但是你唔記得佢食過咧。種也最尾一隻咧，較無適當性嘅行為。性行為。性行。你係少數人啦，通常係男性，男人，佢會對佢照顧佢嘅女性，也係講陌生嘅女性，會去不當嘅身體接觸，也會去擁抱，甚至佢會較要求嘅另一半，讓佢配合性行為。
要较少从某个行业有安用嘅理念。故说吼，其实公司采访吼，失智嘅东西，乡亲朋友吼，是几经内功，我们在这里好像3言2语就可以全部讲完，因为其实加一只轻复杂嘅片，每一三年冇对，每一三年嘅病例啦、症状都会冇共用，有较强突的啊，较洋葱的，然后比如一般来讲，大家会跌就会好像说。马盖都唔记得，好，这大概比较常见的。不过有时候其实行为可能他会发脾气，脾气唔好，要有安样嘅情况哈。同时会抗议啦，同时会抗议咯，感染调走，因为他冇安全感哈。不过乡亲朋友虽然有安样嘅问题，大家等下會啦，大家咧分享到底做啲咧，用於咧看自己係咩有可能有失智嘅現象哈。用於咧預防，用於咧治療，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嚟。乡亲朋友，你今天到访，你走的绕墙到冯医师来到亚平哦，在台中来，你董事给客家乡亲哦。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常常邀请医师来节目，跟我们多聊聊哈。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同大家的分享就会其实。係老人家講嘅有嘅問題，其實係後生年或是像中年也會有。那有可能。對，有可能像失智，大家講失智症，或是我們一般口語會講老人痴呆症，黑某就會有其他的或是更專業的說法。我們等一下同大家來分享。不過公司採訪，就失智行為，它會有那種行為異常，其實係有年齡嘅。對，比如這邊跟大家講一下環境啊，身心啊，內科或藥物，對不對？可不可以請醫生幫我們簡單講一下？好，特別講了解失智症的行為異常，通常有環境的因素，因為譬如講佢記性唔好，對佢空間感唔好，所以佢對佢環境呢熟悉感很重要。佢那去到一個陌生環境，一向佢啊外勞來照顧佢一個陌生人，就冇安全感，按親近的照顧佢，佢會有啲恐懼感的嘛，按又會產生行為上的躁動。所以照顧這個失智症的老人家呢，今後環境唔好從在改變。從青島人自五嘅青島，一張一代，台灣那個下張一代老兒子，好輪去嘅，先會產生那樣嘅行為障礙。我覺得唔單止會產生按有個行為障礙，我心肝都要降速唔好。你想看看嘛，泰嘎想看，泰嘎胸宽啊。我們住在一個地方，要的不就是一種歸屬感嘛，對不對？熟悉感，熟悉感。你看，你會覺得你在外面遇到嘛該困難，不過你轉一步下嘅時間，你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家，親切，一個親切，一個堡壘。對，你回到那邊躲在自己的家裡面，水母也好，吃東西也好，我會覺得那是一個我的地盤。如果你胸寬，他每個月要有換來換去。對，難免就有可能會有一些行為異常。對，那當然身心需求或是內科藥物也有可能抽這樣。身心方面是因為佢嘅表達能力較唔好，佢唔曉講複雜嘅事情，所以佢身體有艱苦，乃會有酸痛，也係講肚子腫腫，也係講肚子搖，也係講嘔尿嘔唔出來，膀胱腫腫，唔曉講，個婦產人個唔掂，照顧嘅人個唔掂，其實會有躁動，會有咁樣嘅從心不安。怎麼辦？胸有好心酸嘅感覺哦。係咪？好心酸嘅感覺。語言表達能力唔好，係啊。對。所以有啲食藥啊嘛，喎。青島上食啲精神科嘅藥嘅，要食到嘅乜嘅神經科嘅藥嘅，全部會影響。對，不過多鴉片後，我們簡單要跟觀眾朋友講一下，其實失智症唔係太大型嘅案件呢，它有很多的類別。對不對？青島的一個類別，比如說像我們一開始像阿茲海默症，我們看見一樣嘅。青常見咧。對，太大問，哎呦，叫阿茲海默症，其實佢係失智症嘅一種類型。這兩個。青常見咧。很常見。一般嚟講，65歲以後有冇得到嘅？對。年輕人冇可能到阿茲海默症，佢會得到其他方面的失智。而且太會吃得講失智症，好像就是一般你。其實有時候你腦中風、表腦筋去開刀，還有你腦部的一些手術，也有可能會造成失智嘅問題。錯，繼續每天都青老嘅年紀有冇到？後生也冇錯嘛。係啊，譬如講佢40歲是腦中風、表腦筋，係咪？啊，傷到腦部嘅神經的話，是有可能。真緊吼，故說大家很會注意哦，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注意講，我們要注意三高，有沒有？高血脂嘅問題，糖尿病嘅問題，因為它有青島跟後生年，我們現在其實整個年齡往後拉了啦。其實後生像40歲，我們還沒有到中
中壮了，其实还算是比较年轻一点点。你讲40岁跟你压还没有高血脂、脑中风，其实很多。对，那如果脑部一有中风，压手术的问题，也有可能会有失智的问题。不过到现在，我们要特别请医生帮我们介绍一下，那有哪10大警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好啊，要自己要自我观察嘛，对不对？好，比如像第一个，心脏这边有，对不对？第一个，比如说记忆力减退。轻主要是记忆力减退，但记忆力的减退唔係一般的老化，頭先有講過，就會影響到佢生活，影響到佢人際關係喺工作上嘅需要，好，呢係第一點。第二點呢，係咧，計劃事情，佢冇辦法去解決事情，也係講計劃一件事情，好。第三點呢，會影響到佢嘅對空間、然後方向感的判斷。原本很熟悉的東西，也得時間、地點會有混淆。錯，時間會記唔錯。好，就算下豬分唔清楚，會這樣子，壓一下下豬頭會講。都切阿烏卡會不感覺到，誒，你係阿烏卡嘛？誒，看通嘅係配啥人烏卡？可是會不會時好時壞？唔會，一下又好像很正常。就算頭會較好，都下豬連啱都較唔好。那失智症的人會有咁樣現象。對。嗰再來呢，青島嘅東西啊，佢會變唔錯地方。甚至當誇張，譬如講佢會拿水果變到衣櫥底部。係嘛？你冇應該變到嘅。結果衣櫥打開有個令狗碟底部。係，但是呢，你去想，誒，令狗變到哪？佢想唔到佢變到衣櫥底度去。因為平常大概嘅底部都有木漿喎。有可能，就將來太誇張、太離譜嘅，哦，東西會變唔錯地方。想下佢會講人頭，所以佢要空起來，所以空嘅蔬菜就真奇怪。啊，切解又唔記得。切解唔記得。如果人拿到東西。空了3幾度亮起來，你看那個三方空了青島的小寶貝、小東西。所以它可是你講青有意思，它藏起來自己還連起來哦。嘿，這講你頭嘛水神那種。可是他怎麼那麼聰明，知道要縫起來？沒特啥人冇咁樣啦，見到真新奇的事情。對，還有第6點，對不對？第6點就可能我頭先講嘅，語言表達書寫有困難，係嘛？佢冇辦法講較完整、較複雜嘅事情，判斷力變得唔好。頭先有講嘅，佢會加成本冇相關嘅人，也係講加少錢，做家事做得很懂奇怪，比如講煮菜就好，放很多鹽，很鹹，太鹹，太乜嘢啊？那黑吃都加錢加本人，迄講1000克就算了，迄講100萬個就鐵道誒。係咩？所以你看呢個詐騙集團全部利用呢老人家，有的是讀到個失智都不卡，冇輕嚴重，但是接到天花。會照其他樣法去做，那有可能判斷力唔好。對，社交活動的能力降低，係嘛？一般來講，佢對呢條事情冇興趣啦，所以慢慢其實冇去參加。3推4台，佢要勉強參加，輕少。佢都冇辦法老人講較多話啦，之類的，還有睡眠障礙。睡眠障礙，譬如說按不條睡夢，逆失調睡夢。真煩惱嘅事情是3更半夜會起來，會吵你，會太想喊。他不睡覺冇相關，不過他把你叫起來，對不對？然後跟他一起看是看天師啊，做埋事情，係咪？會咁樣。有樣樣做好咧，佢咩會吵你，會曉，所以了那個乜個日落症候群，所以日頭下山了，還有你就會枕頭輕反應。輕反應輕操嘅大家要注意哦。有時候媽媽摸下嘅老人家冇聽說會像先生講嘅，很嚴重，東西令狗病都衣櫃底度。不過有一個大家會忽略的，就是有時候情緒跟個性會改變。這個大家會忽略，大家以為說你老人家情緒不好，其實他有可能是失智，對不對？這是很嚴重，要提醒大家的。個性改變，會唔會突然亂發脾氣？會不會？冇有，我就看到冇乜嘅反應，很憂鬱的樣子，很憂鬱的樣子，所以鄉親朋友，大家有談到其實心臟改下少改些，你做得注意，你請假就係講你不下改你，然後你順口改配沒有心臟改下少改，那個比較明顯的，比較明顯看明顯的一種的症狀哈，這是一個觀察的方向。不過醫生，我們是不是也有量表？可以來自我檢測一下。好啊，一般的。現在要來檢測嗎？是不是？好啊，這個就會很緊張哈。一般我們控點問有沒問題，而且是要很快速問，係嗎？還是說就是不能想很久？唔咩啦，量
呀，介绍的迄都医院，医生、先生也係專業人員，會留人問的問題。不過都不卡，嘛做得成問，那老人家係咪有那樣失智的可能性？係。该黑讲也有题目本台讲吼，像今天我们这里考一下哈，就是你不能去翻日历哦，哈，对不对？就是问那些时间，你就要自己赶快回答，对不对？好，比如说第一个，真的会问安永的问题哦，基本你星期几？係啊，記得都對得清簡單的問題我唔記得，譬如講見邊日係乜嘅日咧，講年乜嘅年乜嘅月乜嘅月，我講唔出來。對啊，見邊日星期幾，係嘛？日生日那就是今年幾多歲咧？日爸爸乜嘅名，係日媽媽乜嘅名。你嘅天花號碼係幾多？係啊，天花號碼幾多號？你都記應當我記得嘅事情，可能會唔記得。所以唔記得嘅事情越多，用直接嚴重。还有可能會問一些時事問題。係啊，比如一個總統係乜嘅？係啊，問總統係乜嘅名？係嘛？前一任嘅總統係咩人？哦，像咁樣事情。不過唐毅人唔會親難啊？唔會啦。唔過，但係真嘅可以測出後面有一些症狀。係，往往會問到佢想唔起啦，唔啲，甚至唔會做得攞佢算較簡單嘅算術，用20減3。佢冇讀書係用20減3，後佢減看看啦，佢還有幾多，個減出來個繼續減3，你勁減落去。不過有問題也會緊張呢，你知道我數學唔好，你講你冇嗌問題也會緊張。會想一下，乜還係想得到，很簡單的算術題目。昨天用數字孔算冇，有冇20減3？做得，有冇？你算得出來之後，算得出來就好係嘛？你看佢嘅速度，算出來嘅速度要嘅正確性。好，我們在進共溝之前哈，趕快來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哈，看你的分數大概是幾分，可能有失智症的徵條。醒堂這邊有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參考啦，聰冇？可以啦。好，好，睇下看你字卡哈，都是按像是一般題會答唔錯，佢冇要緊。譬如講，今日問主持人今日星期幾？我唔記得咧。可能星期2唔會講到星期3去，冇要緊。一般題冇要緊，但是呢，錯嘅答唔對嘅題目越多，表示你失智嘅可能性越大。哈。那這個冇辦法判斷，是帶去本身上做檢查。當然，到醫院還會配合一啲嘅腦部嘅檢查，好來確定係咪失智的現象。好，聽眾朋友哦，唐先生小概係咪做不下又稍微大概有一些的自家的檢查係咪有安樣嘅問題哈？咁個咧用呢個預防啊，冇下醫院容易面對，自家容易面對，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怎麼？今日動從我哋大家都分享吼老化失智嘅問題吼，其實真的，我覺得大家對失智的認識不夠深，然後要多了解，我們也才可以自我幫助，到幫助家人。不過一開始後共同，其實還是有高危險群，所以有時候自己也要了解自己的狀態。比如像這邊就是醫生幫我們分析的，有8點高危險族群，聰冇？一般來講年紀越老越會有機會，那有按樣咁樣。活過90歲，2個就有1個，所以年紀越大越個，家族底部有按樣人將來嘅後輩嘛，佢會得到啦老年失智，所以遺傳有可能嘛，對不對？係啊，那個還有聽眾叫個憂鬱症患者，佢聽了後好治療，因為憂鬱症冇治療，而還得到了失智症嘅機會動態。真的，糟糕，都多人會忽略了憂鬱症。這個我真的沒有想過。有樣第8點呢，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你都咪係失智症嘅嗰款嘅高危險群。所以有了慢性疾病，一聽到後好嘅治療都輕好嘅程度。血糖血壓，為什麼？因為佢會影響到咧腦血管那個健康啊。腦血管的健康是會影響到腦神經功能。所以大家都沒注意。這高危險群是中點這條幾點的成功啊，有時間來聽到抽煙的也要注意，要注意。自由基啊，咪係影響到個心血管的硬化，都是咪係影響到個腦部功能。因為失智係一件挺辛苦的事情，非常辛苦，其實辛苦不看你嘛辛苦。不過公路鴉片哈，我們還是可以預防啊。
因为经常其实失智症压没有办法真的彻底的治疗，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轻量的预防的，哦，是爱多运动啦，哦，运动一天要晒日头，哦，那日頭曬要拉動到偏咗毛嘅，哦，尤其失智症咪有影響嘅，哦，平常時有壓力、有咧憂鬱症嘅問題，愛去排解，愛去治療，哦，食東西咪真重要，因講你咪地中海飲食，是唔好食太多碳水化合物甜嘅東西，哦，好食甜嘅嘢唔好，哦，要控制體重，所以唔得食太口，哦，嗰啲慢性疾病全部咪愛控制比較好、較穩定的，看唔會得到的失智症。可是講來講去，就會你要把身體維持在一個較空天的狀態。其實更難講，也做得很講，怎麼你不要爆炎，你不要有太多心血管嘅疾病，還有慢性嘅疾病。19嘛冇，19嘛冇哈，對，比如頭部外傷嘅動眼啦，佢係萬一呢發生，有可能提早失智症，某一天要到60、70歲，係。譬如講佢20歲就頭部外傷，佢造成嘅智商退化，是創一個失智症嘅人啦。所以失智症某一天係老年失智症，佢哋可能失智是外傷，腦部疾病引起嘅，可能提早哦。多動腦真係有效啊！你睇下講弄你打麻將，對，錯，打牌啊，係啊，就要多動腦。對，係啊，所以我們長青學校，還有老人那個大學，今後對，哎呦，輕鬆又動腦，春景，還有其實它沒有辦法治好，不過還是有一些治療嘅方式，對不對？輕重要食藥嘅，一般來講冇食藥嘅，一旦診斷出來的失智症、老年的失智症的話，可能5年到8年是夠神的。那有食藥嘅，你這個惡化、退化程度會減強。一般來講會幾多年？可能10年到15年，因為夠神。所以你啊對家屬嘅照顧來講，會減強嘅可能壓力，也辛苦，個惡化程度較慢。係啊，所以其他除了食藥以外，還挺多其他治療啦，在醫院方面會提供。主要係呢照顧嘅問題。照顧嘅問題，曾經都要提出2個很重要的問題要問醫生。第一個問題就是患者自己也要去面對這件事情，對不對？那另外一個是家人很重要，對不對？好，最後一個我們講到就是失智症患者的照顧守則。怎麼說呢？說白話講，有輕度嘅患者有按用嘅問題嘅時候，如果家人沒有辦法完全的理解，你會知道你做乜按用你，老飯店，一般太假講嘅嘛，你有按用你耍老大係嘛？然後就是你怎麼脾氣你按不了很衰嘛，你這樣子的一個互動反而讓他搞不好更嚴重，喊他做好嘅事情，因為你嘅心情唔好，佢嘅情況也不會好，過度刺激，對，結果他搞不好又越來越嚴重，會哈，所以這邊醫生特別要跟大家來分享。一般來講，老年失智佢患者本身佢冇感覺，所以佢哋嘅行為情緒完全係佢冇辦法控制嘅。所以作為嘅家屬要了解呢個失智症嘅所有嘅症頭係乜嘅樣嘅，然後有辦法了解佢失智症人嘅心情，而家唔係條條嘅，而個生活能力會越來越差，所以愛動作事情要重複，要有耐心，先好比較熟悉嘅環境，包括照顧幾個人咧，唔好長時間，當然啦，照顧幾個人咧，要輪流來，因為不可能照顧很累，會動唔掉，所以要長時要退翻嘅機會，盡量較對佢較有耐心，較講法較客氣啲嘅，咩正經講，老年失智佢係不得已嘅不得已，所以佢要動態嘅耐心，我比較多嘅時間，動作按慢，講法唔會清楚，亦係講從出用翻來翻去，係嘛？那冇比較太嘅耐心，而且佢會發脾氣，一發脾氣之後對又會影響到佢，會影響到佢。不過公司裁罰要真經雙方會互相體諒，真經，因為公司裁罰嘅不下係講有3年會照顧，本來就會真辛苦嘅事情。當然，尤其係失智症，尤其是非常冇照顧。因為佢係腦部嘅問題，然後它影響到佢嘅行為能力，所以有一種病係佢腦袋很清楚，可能佢嘅行為能力沒有辦法。如果佢係腦袋到行為能力都同時有問題嘅時間，那照顧佢嘅你當然就很辛苦。當然，對，因為你不能跟他理性討論事情。所以家屬嘛要去
相关的协会，比如讲失智协会、失智症协会去收集到资料，哦，我较清楚，所以其实照顾。对，所以其实我还会讲有失智症的患者，其实家人要做功课，做功课。对，那当然你说会不会辛苦？听说挺辛苦啊，一定很辛苦嘛，对不对？超嘛哈，而且你说辛苦，除非个有一种失智症，还点点怪怪啊，哦，该较好照顾，哦，不乱啊，有这种点点怪怪的。有。当多形式啦，我听讲太下全部按乱安排，按摩照顾。啊，乡亲朋友吼，基本一堂线上嘅世界係咩對呢個事情有好多嘅了解。當然大家係講有很好多嘅了解，大家就可以做功課。不過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讓大家分享，就係乜嘢？其實他們不是故意的，這個很重要，大家要理解。失智症他們不是故意的，如果佢嘅行為有比較，太嘅問題、跟奇怪嘅行為嘅時候，大家要去理解。那你說照顧按用嘅你會清醒，當然係真辛苦，我也係冇法度嘅事情。吼，了解基本老大家嘅分享，吼，希望大家嘅收穫動態，咁個多了解吼。先來謝謝馮醫師嚟到鴉片同大家嘅分享，按用嘅提示吼。其實按用嘅對，唔光用嘅東西唔係一集就講得完的。如果有很多嘅細節，希望下次可以同大家嚟分享。謝謝馮醫師，謝謝。好，鄉親朋友呢，大家嚟下嚟聊下，等下天天線上嚟做論壇了。